由關口維同大家睇天氣。受一道雲帶影響，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下晝多區嘅相對濕度曾經下降至60%以下。隨住東北季候風稍為緩和，朝早嘅氣温普遍較尋日高2至3度，多區最低氣温介乎大約12至15度。今晚同聽朝早有一兩陣微雨，隨住高空反氣旋增強，本週中後期天色大致良好。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14.5至19.3度。6點鐘氣温係18度，相對濕度63%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16至20度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多雲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，上海、杭州落雨，南京多雲。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天晴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大阪多雲，東京明朗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明朗，新加坡大風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明朗。墨爾本雷暴，悉尼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明朗，溫哥華落雨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落雪，羅馬大霧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落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新年快樂！